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比特幣家伙。咁今日咧，我就繼續呢一個錢係乜東東嘅系列啦。今日呢集咧就會講 Part Two 嘅。咁如果咧未聽 Part One 嘅朋友咧，咁就即係前言啦，就記得咧去聽翻先啦。咁如果你已經聽咗 Part One 嘅話咧，咁我哋可以正式開始啦。要真正明白乜嘢係錢咧，咁第一樣嘢咧，我想大家做嘅咧就係咧 unlearn to learn。具體嚟講呢，我係想大家呢去忘記錢同埋貨幣呢兩個字，因為一講到錢呢，你一定會聽過有人話嗱，錢嘅定義呢就係點點點點點，貨幣嘅定義呢就係點點點點點，尤其是呢係嗰啲所謂嘅經濟學家嘅口中，好似背書咁樣背出嚟啊。於是咧就出現咗好多討論啊！究竟黃金咧係錢定貨幣定係資產呢？美元又係啲乜嘢呢？比特幣係咩呢？究竟係錢啦、貨幣咧定係咩都唔係呢？最重要嘅咧就唔係呢啲問題嘅答案啱定錯，最重要嘅咧就係咧，當你一開始用呢啲字眼去諗嘅時候咧，你其實已經接受咗好多嘅預設。你預設咗錢係應該係點㗎啦，錢係應該用嚟做乜嘢㗎啦，錢係應該點樣去運作㗎啦。咁我哋就唔會再問一啲更加基本嘅問題。錢點解會存在？佢存在嘅意義到底係為咗解決啲咩問題呢？佢又係咪只係可以得一個特定嘅形式存在呢？所以由而家開始呢，我哋呢暫時抽走晒所有嘅定義。我哋唔好討論咧正唔正統啊，應唔應該啊。我哋咧係需要一個咧冇歷史包袱、冇情緒、冇立場嘅態度咧，重新咧去出發。Ready? Go！如果我哋將人類嘅社會咧追溯到最原始嘅結構咧，其實咧就係講緊價值嘅交換啫嘛。譬如今日我幫你起屋，咁咧你又種菜或者養魚，咁我咧就收翻你啲菜咧同埋魚咧作為回報咁樣。聽落咧係好合理，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咧呢個方法咧係有好多限制嘅。我哋嘅需要咧未必即時配對到咧對方嗰個供應啊。譬如話咧，你係買牛肉嘅，我係咧做鞋嘅，咁但係咧我想要牛肉嘅時候咧，你未必想要鞋喎。可能嗰刻你想要嘅嘢咧係一件衫，咁所以咧我咧就要攞我嘅鞋咧去同做衫嘅人咧去交換啲衫，跟住咧就攞啲衫咧去同你咧交換啲牛肉。咁所以每一樣嘢嗰個價值咧就好難標準化。咁當個社會嘅規模咧一旦變大嘅時候咧，嗰個交易成本咧就會急劇上升啊，所以咧就會越嚟越冇效率啊。換句説話講咧，呢一種形式咧只係適合一啲規模好細小啦，大家咧都好熟絡嘅群體啊。而且咧，人類慢慢知道咧，付出嘅時候咧，唔一定咧即時要得到回報啊！我而家付出咗我嘅時間同勞力啦，可能我係想個回報咧喺幾日之後，或者幾個月之後，甚至幾年之後。尤其是咧，當人類識得咧降低自己嘅 time preference 啦，即係時間偏好，而呢一個能力咧，正正係文明進步嘅基石嚟嘅。所以咧，人類世界咧一定要有一個方法咧，去記住邊個幫過邊個。而我哋咧暫時叫呢一樣嘢咧做東東。如果有緣聽到呢度嘅你咧，咁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 啦，就唔會 miss 咗之後嘅片啦。Thank you。咁簡單嚟講咧，東東咧只係用嚟做一樣嘢嘅啫，記帳。當你付出咗價值嘅時候咧，系統咧就會俾翻你一個 record，你咧就拎住呢一個 record 咧，可以同其他人講，我已經咧為呢個群體咧貢獻咗啲嘢，咁將來咧你就可以喺呢個群體入邊攞翻屬於你嘅回報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只要我哋揸住東東呢樣嘢咧，就可以享受整個社群生產力提升得嚟嘅成果，而且咧，我哋可以保障到自己嘅將來，同埋得到人哋嘅尊重，令到我哋有誘因咧去繼續貢獻呢個社會。如果我哋未理解東東呢一個概念嘅時候咧，我哋可能會以為自己咧係為佢而活嘅。但係當你開始理解嘅時候咧，你會發覺咧，東東其實只係一個工具。
而呢個工具咧，其實代表緊嘅咧就係我哋嘅時間同埋勞動力。呢啲嘢咧係有限嘅，唔可以逆轉嘅，亦都係唔可以被複製嘅資源嚟嘅。咁所以如果我哋要揾啲嘢嚟代表東東咧，嗰樣嘢咧都要符合以上嘅特質，先至咧值得信任。今日嘅結論就係咧，東東咧從來咧都只係一個抽象嘅概念，佢係一個社會嘅無形契約嚟嘅，佢可以喺唔同嘅時段咧，以唔同嘅形式咧存在。最核心嗰樣嘢咧，其實係嗰個共識。當呢個共識被威脅嘅時候咧，信任咧就會開始瓦解。所以我哋會發現咧，人類每一次咧改變東東嗰個形態嘅時候咧，其實咧都係一次對信任危機嘅回應嚟嘅。咁至於東東喺歷史上咧用過咩形式存在過呢？咁呢啲咧我哋就留翻咧 Part 3去講啦。最後咧就多謝喺 Lostar 上面咧支持我繼續做呢個 channel 嘅朋友啦。如果你已經喺 Lostar 上面咧，就記得去 follow 佢哋啦。OK，今日嘅時間差唔多，歡迎留言理性討論，下次見，拜拜。